谁啊？应该是那群人吧。痛，哪里会痛？赶快走吧。你赶快吃药。谢谢。真吓死我了。只是皮肉伤，没问题的。干嘛一直盯着我看啊？你心疼啊？才不是，只是我不知道，原来你身手这么好哦。我以前是空手道校队。哦。我现在担心这件事会没完没了。他们是黑道吗？应该不是，应该只是1、2个小痞子而已。那怎么办？要不要报警啊？叫警察保护你？不用啊，我想他们只是要吓我。可却把我吓死。好啊，你赶快回床上休息吧，红你。哦。好啦，那你赶快睡觉，明天晚上我来煮饭给你吃。笑什么啊？这好像是我们认识这么久，你第一次对我这么温柔啊！拜托，这才是真正的我，好吗？我们好像从来没有这么清醒的时候靠这么近哦。可不可以就这么一次？就这么一次，在没有喝醉的时候吻你。干嘛？你装可怜哦？没有啦，其实我只是。到台边看对眼，就急着把爱出销出卖。这世界被寂寞一宠坏。我们 PM say hi，AM goodbye。Simon， 不是跟你讲了几次，开店之前，昨天晚上洗好的杯子干了就把它收到架子上面去。客人来这样看，像话吗？赶快收一收，赶快收一收。这边忙，这边交给我。豆哥，没有问题，有我在。只不过我在想说，就是现在有点时间，想要跟豆哥聊一下关于工作上的事情。工作怎么了吗？我在这间店也是尽心尽力，随传随到，但是其实我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职位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嘞，觉得我蛮适合当公关的嘛。啊，公关这件事我跟你解释一下。第一个，他必须要长得体面；第二个，他要非常广的人面。可以啊。请问一下，你长得像开关，你怎么当公关呢？啊？开关？有没有找到皮卡丘？哦，那个我打电话也没接。豆哥，金刚，找到皮卡丘没有？没找到我还去他家看了，也都没有人。奇怪，死孩子跑哪去？这就好了，他的工作谁要顶？哎呦，说人人道，我可以。对耶，金刚，是。那不然这样吧，因为 Papa Girl 最近要参加舞蹈比赛，是要准备的东西比较繁琐一点，你就多担待吧。哦，我知道，皮哥都有跟我交代。豆哥啊，包在我身上，我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对，豆哥，你是不是很喜欢吃烤鱿鱼啊？对啊，我刚刚买了一些放在休息室，豆哥你要趁热吃哦。好。那豆哥我还有事，我就先去忙了。豆哥拜拜，车头，拜拜。这年轻人真蛮有礼貌。会嘛？对，豆哥，你不觉得这个人有时候太过分礼貌，不知道哪里怪怪的？不会啊，总比你没有礼貌。嘿，我是真性情哎。哦，那好啊，麻烦你拿出真性情，把这些杯子上架，谢谢。什么东西嘛？
到底有没有想清楚要编什么啊？这么短时间要我编这么多舞步很难哎。你是团长，这是你本来就要做的事情，好不好？我有说我不编吗？讲的什么鬼话啊？这么厉害你来编啊？你不要生气啦。虽然一起也会编舞，但是他应该不是那个意思。不要生气了。干你什么事啊？我现在要出去透透气。你不要这样子啊，我同一个压力很大。对啊。他有压力，别人就没有压力吗？你不要生气啦。他可能只是觉得你有一点暴躁，但是他没有恶意啊。所以要不要先休息一下？对，我就是脾气暴躁，怎么样？休你大头鬼，先不用练了啦。他可能只在气头上，不要放在心上。不会啦。那你们今天应该不用练了吧？看样子想练也练不了了。哦，对，我还有什么忙可以帮你们？我们练完衣服拿去洗洗好了。那个，好，谢啦。 OK。喂，我正要拿他们衣服去洗啊。现在吗？好，老地方见。到。我觉得不用再继续偷拍他们了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排不出新舞，士气涣散，吵翻了，还比个屁啊！哦，我现在只希望这个比赛赶快结束，不然每天在那边叫大哥、叫大姐的，超没尊严的。你知道我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吧？当然啦。那不然你想，我为什么要和你来这边呢？皮卡丘，你叫我们来怎么都自己不喝？对啊，脸还那么臭，有吗？还好吧。这样还不错。超臭的，我在远远都闻到了。黑的吗？哎，你们两个，哎呦，今天晚上有人心情不好哦。旁边女生这么漂亮，一直跟你献殷勤都不理，这怎么回事啊？那个眼神啊，一带受伤哦，哈。好了啦，亚秋，我们是兄弟耶，认识这么久了，不管为了什么事情翻脸，都不值得嘛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就这眼神温柔多了，柔和多了，非常好。小秋，不然这样，豆哥跟你道歉，公司很需要你赶快回来上班。不如这一拖就算公司的，好不好？不用了，这趟我自己付。哎呦！我认识你这么久，从来没有看到你要自己付钱的。哇，那你是真的很生气哦。好啊，那恭敬不如从命，这拖就算你的哦。耶，那我可以多喝一点吗？好啦，你们两个听好哦。今天晚上这一趴的主人是皮卡丘，所以你们好好陪他喝酒，知道吗？是主人。喂，马哥，小大在忙吗？有点事想请你帮忙哎。马哥，你尽管吩咐啊。那个，你们驻店是不是有个舞团叫做蜜糖女孩？熟吗？我认识啊。华哥，你
是要我帮你介绍是不是？怎么可能？小道你乱说什么？有事想请你帮忙，事情这样。哦，我知道，那我帮你问看。不好意思要你在自己的店里做这样的事。不会，反正我早就不爽我们老板很久了，不想干，举手之劳也。哦，那这件事情麻烦你，之后如果你要换工作来找我，我帮你安排，好吗？好，谢谢华哥。OK， 就麻烦你了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